我係你嘅人生梳理師 Miss Jane。人生梳理師可以幫助踏入中年嘅你。我哋可以踏入中年，但係我哋唔一定需要經歷顛簸嘅中年危機。如果青少年時期嘅反叛係因為父母唔允許孩子全然咁表現自己，咁中年危機呢，就係我哋自己唔允許我哋自己全然咁表現自己。點解我哋會唔允許自己表現自我嘅呢？我哋喺人生前半部，我哋會學習點樣喺呢個物質世界嗰度生存。當我哋走入人生下半部，當我哋開始想如真實自我咁樣生活嘅時候，我哋需要 undo 一啲植根響我哋潛意識嘅阻礙我哋如實地做自己嘅嘢。人生梳理師會同你一齊揾到嗰啲阻礙你如實做自己嘅喺潛意識裏面嘅阻力，並且一齊設計策略，點樣去應付呢一啲嘅潛意識。38至50歲係適合進行人生回顧嘅年齡。中年係成人發展入面非常重要嘅里程碑。喺呢個時期嘅發展，將會決定未來嘅人生到底你將會繼續升華，抑或係一切就同走下坡嘅身體一樣向下發展呢？我哋可以睇到，大部分能夠繼續升華嘅人都會喺人生嘅下半場走入另一個人生軌跡，或者係喺原本嘅事業上面有另一個層次嘅發展。我哋稱呢一個為人生嘅 turning point， 讓自己有意識咁樣走入呢個 turning point， 可以確定我哋不至於喺尋找新方向嘅時候迷失咗自己。而其實呢個 turning point 嘅新方向一早就喺我哋人生經歷入面刻畫咗出嚟㗎喇，就由人生梳理師帶領你去尋找呢一啲喺生命軌跡入面留落嚟嘅蛛絲馬跡，發現你下半生嗰個更深層次嘅人生使命啦。呢一個梳理人生嘅過程，將會係你俾你自己、俾你屋企人、俾你老闆嘅一個重要嘅禮物。預約你嘅第一次免費 intake meeting，inner.development@outlook.com。